你記唔記得上一次有人同你講慢慢嚟，唔使急嘅時候係幾時？喺我哋生存呢個世界，快等於好，效率就等於價值。如果你跑得唔快，如果你受咗傷，如果你唔再完美，咁呢個世界就會話俾你聽，你已經冇用啦。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入了解一下1000種男呢本書入面最殘酷，但係亦都係最溫柔嘅部分，就係被社會拋棄嘅邊緣人點樣喺所謂嘅垃圾堆入面揾翻彼此。故事入面有一個角色叫做 Today， 佢係一隻賽馬。喺人類嘅眼中 Today 唔係生命，而係一件生財嘅工具。人類為咗追求刺激、追求金錢，將動物嘅體能壓榨到極限。而當 Today 跑到關節勞損跑唔喐嘅時候，社會俾咗啲咩獎勵佢？唔係退休生活，唔係綠色嘅草原，而係一針安樂死。呢種就係所謂嘅生命商品化。當一個生命失去咗功能性，佢就會失去咗存在嘅權利。呢種殘酷唔單止發生喺動物身上，其實喺1000種男呢本書嘅未來世界，甚至我哋身處嘅現實世界中，呢套邏輯無處不在。除咗 Today， 故事入面仲有一個叫椰菜花嘅機械人，佢原本係一個用嚟幫人贏錢嘅騎師機械人，但係因為受傷而面臨報廢，然後係因為失去雙腿而要坐輪椅，仲有現在嘅一家人，佢哋喺生活最底層苦苦掙扎。佢哋呢班人有一個共通點，佢哋就係被呢個追求速度、效率同完美社會所邊緣化嘅群體。社會覺得佢哋係瑕疵品，係需要淘汰嘅零件。但係1000種男想話俾我哋知，正正係呢班唔完美嘅靈魂相遇，先至證明咗，就算被世界遺棄，我哋依然可以互相扶持，溫暖彼此。全書最令我震撼嘅一個情節就係主角同花椰菜最後嘅決定，佢哋冇利用僅有嘅積蓄去追求更好嘅生活，反而用盡所有心力去為一隻即將被安樂死嘅馬同一個即將報廢嘅機械人爭取一場最慢嘅比賽。喺一個只睇利益、只睇邊個跑得快嘅世界入面，最慢其實係一種最大膽、最浪漫嘅反抗。佢哋究竟唔單止係一隻馬，佢哋救嘅其實係一種消失緊嘅價值，對弱小生命嘅尊重。呢場比賽其冇任何獎金，冇任何人覺得有用，但係佢哋成功將呢班破碎嘅靈魂重新連結埋一齊。當我哋習慣咗用功能去睇人嘅時候，我哋其實會慢慢變咗做一件件零件。但呢本書提醒咗我哋，生命嘅意義唔係要不斷證明自己有用，而係喺呢個殘酷嘅世界入面揾到嗰份對弱小嘅溫柔。頭先我哋講到呢個社會點樣淘汰冇用嘅生命，但係到底點樣先至係有用？喺1000種男裏面，主角機械人花椰菜其實係一個錯誤嚟嘅，佢被植入咗一個錯誤嘅高速處理晶片，令佢竟然產生咗人類先有嘅思考能力同埋同理心。一個騎師機械人，佢嘅功能應該係計準馬匹嘅速度同重心，幫人類贏錢。但係花椰菜唔同，佢竟然會浪費時間去觀察天空，佢發現咗原來藍色唔止一種，而係有1000種藍色。喺追求效益嘅現代人眼中，睇下天發下呆，研究下藍色嘅微妙變化，簡直係一種浪費時間嘅極致。但係我哋諗深一層，生命嘅意義唔通只係為咗盲目咁向前衝，去證明自己有用？花椰菜呢個壞咗嘅機械人，正正係要提醒我哋慢落嚟，先至係真正感受生存嘅開始。
詞。書入面最令我心碎嘅一段係花椰菜同媽咪寶敬嘅互動。自從寶敬個消防員老公喺火場殉職之後，佢嘅內心世界就結咗冰。對佢嚟講，時間唔係向前走，而係停滯咗喺佢老公走嗰一日。佢雖然活生生企咗喺度，但係靈魂一直被困咗喺無限嘅悲傷入邊。諷刺嘅係，一個原本冇生命、對時間流逝應該冇感覺嘅機械人，竟然喺寶敬身上學識咗咩叫時間嘅重量。花椰菜發現人類嘅悲傷係有重量嘅，佢會令一個人嘅步伐變得沉重。喺旁人眼中，去修理一個注定要報廢嘅機械人，去拯救一隻再跑唔喐嘅馬，係一個白費心機嘅無用之舉。但係正正係呢啲無用嘅付出，先至係人之所以為人嘅可愛之處。要打破呢份沉重嘅悲傷，唔係單靠咩大道理。現在一家人為咗修理花椰菜，大家有咗共同嘅目標，重新坐埋一齊傾偈。呢啲微妙確實係幸福嘅碎片，就好似潤滑油咁，慢慢令嗰副停滯咗好耐嘅時間齒輪重新轉動翻。有時候機械人比起人類更加明白咩叫人性，因為佢哋嘅眼光好清晰，佢哋冇人類咁多計算，佢哋睇乜見嘅純粹係脆弱同埋愛。講咗咁多，最後想講翻一個最基本但係最難嘅課題，就係溝通。喺1000種男入邊，現在因為同埋媽咪寶敬，佢哋明明係呢個世界上最親嘅人，但係心靈嘅距離卻係好遠。佢哋每個人心底都好着緊對方，但係偏偏就選擇咗唔講。現在想幫家姐，想改變屋企環境，所以咩都一個人孭晒上身，而因為佢對腳嘅事，所以覺得自己喺屋企入面嘅負擔，所以變得好敏感，好容易發嬲。而寶敬就沉醉咗喺自己嘅傷痛入邊，無力去照顧兩個女。大家嘅出發點係愛，驚講出嚟令到對方難受，驚自己係負累，結果呢種過度嘅體貼反而變成一幅牆，令我哋好習慣去揣摩對方嘅想法，但係往往越估就越錯，越估又越多誤會，就會變成互相傷害。呢個時候機械人花椰菜嘅角色就會變得好重要啦。人類嘅思維係好複雜，好多彎彎繞繞，但係機械人就好直接。花椰菜觀察到嘅嘢，佢會好單純好誠實咁樣講出嚟，佢唔識咩叫客氣，亦都唔知咩叫收埋。正正係因為呢份直白，花椰菜變咗呢家人嘅溝通橋梁，去令到呢三母女意識到，原來好多嘢都係需要清清楚楚咁講出嚟。愛同關心，如果唔識得表達，對方未必會感受到嘅。故事到最後，嗰場最慢嘅比賽到底贏唔贏到，其實都唔重要啦。重要嘅係呢班曾經被淘汰、被邊緣化嘅靈魂，終於喺彼此身上揾翻嘅力量。1000種男呢本書話俾我哋聽，就算世界好殘酷，就算我哋唔完美，就算我哋跑得唔夠快，都唔代表我哋冇價值。生命唔係只係一種成功嘅藍色，每個人每個當下都有屬於自己嘅嗰種1000種藍色嘅其中一種。希望睇完片嘅你哋可以停低一陣，抬頭望下天空。如果你身邊都有一個你愛嘅人，試下唔好再等啦。今日你就將你心入面嗰份關心講出口。如果你鍾意呢次分享，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覺得需要呢份溫暖嘅朋友。我係 Mila，我哋下次再見。